彩色怪厨喜好教。嗨，彩色怪厨，我会同讲一件事情哦。今晡日係你上學嘅第一日咯。嘅學教係乜嘅東西呀？係唔係一個當危險嘅地方？地背有惡聽嘅嘅動物嗎？係一類做得帶我比起來嘅魔法員嗎？也係一座萬愛都會喊講嘅神啊！來，老鼠把起來，然後你需要嘅東西都裝入鼠把底度。上課啊，要戴安全帽。丟到流沙時要用到嘅小嘅數天筒，還有真正愛生人嘅木匠，還個預防皮膚嘅藥水，還個預防萬一有乜嘅危險嘅雷沙蟲。喂，巴到很多東西上去來呀，帶定一本筆記簿誒，還有做些嘅衫褲、手拉咧。彩色怪廚，唔看也係唔嘅好教，我到啲也會當歡喜，拜拜。也係唔嘅先生 Teresa， 也係唔嘅教師，咦？彩色怪廚，你走哪去啊？來認識你嘅同學吧，也係小娜、Lux、拉拉、Madam、Max、Satan、Co、Lia、Chloe、思源。早晨，我哋愛教音樂遊戲。彩色怪廚，你很強哦，單槍一絲絲的走音聽聽哦，嘟嚕嚕啦啦嚕啦啦啦。接下來 Teresa 會講古本言堂，彩色怪廚，我知道唔正經當好聽人講古呢。過來。我哋要去遊戲起教，彩色怪廚，有簽到吊公公嘅了麼？嘿，怪廚，我哋未上到。吃飯以前要先去偏手，記得一天要洗漱哦。滴滴滴滴滴，彩色怪廚，你嘅做乜嘅？啊，做唔得啦！到嘞貴主編，我哋都要嘞，哇，好得咯！你還係吃飯時間，彩色怪廚，唔看有糖，還有可樂餅，做唔得，高師傅！彩色怪廚是爆嘞，佢下到西班的高師地度，小朋友全部啲嘅水當住。太部分都睡落覺咧。啊妹哦，彩色怪廚會舔高呢。下晝我哋去體能教室發通一下。對彩色怪廚嘅神風跳過去，跳過來，實在很好教呢。跳，大家懂唔會跳哦？簽名，我哋來畫圖吧。
今晡日我哋有最赞到嘅码头，彩色怪厨。彩色怪厨佢會變色，實在很好搞呢。你看，等一下我要攞佢變做紅色。哦，有人來接我哋轉屋咧，你下我講章來了咯。你啊，實在是很神奇嘅一日。再見 ，Teresa， 章來了。好搞，一站的哦。我哋天公也好耐麼？吃到有一些些的甜嘞。彩色怪厨，喜好搞。